宜兰做一市伫中职村半点台南做定南西又制定山区丰富的观光资源，要求观光旅局跨局处联合进行总体检，同时嘛要求市府把现有的资源买开发新兴景点，加强行销宣传。希望你也要跟各局处多多联系啊。刚才您说可能你不太清楚我们那有资源有多少，那我想要希望就是你未来是除了现有资源，还有未来你也要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新的观光景点，那好好去做规划，跟各局处做联系。然后把我们未来山区的观光做得更好，可以吗？跟议员报告，其实您刚刚讲到的悬空法4我们今年其实也有针对它也发了好几次新闻稿只是因为要讲的点非常的多，如果是要分区讲，还是分是啊，有好几个点，所以我刚刚时间上也不是那么够，没关系啊，不好意思。就是感谢观光局长。谢谢。那未来就是我说的这几个，如果大工程如果做起来之后，就是还是要就是跟这些地方做个连结。议员对关心观光资源，嘛进一步以玉井沙田里的危险路口，目前只有闪黄灯，不过其实当地车速、对道人甲幼稚园的出入拢相当危险，请交通局好好评估改成青红灯号志，避免出现死亡危险。台20跟台3共线的有一段路，然后是沙田里那边的车流量也蛮大的。那骑车或者是开车也蛮快的，那有一个闪黄灯，很多老人过去的时候都是蛮危险的，而且那里刚好又有一个玉沙幼稚园，所以那边有很多家长骑着机车载着小孩，本席希望那边看能不能去做个改善，因为已经去那个就是会勘2次都是因为车流量不足而被打回啊，那边也就是时常发生就是小碰撞或者车祸。大家在那边都自己要就是好自为之。那本席希望这一部分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检讨，好不好？是跟议做报告，我想非常认同议做的看法啦。那当然就是设置规则那个是原则。那对于现地的，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使用的族群，或者是这个交叉路口的这个现行的布设，那如果有危险的因素，其实我们都应该纳入考量。这个我们会逐案用个案的方式来做考量。议员在和中职村特别将各局处相关预算进行检讨，除了厘清预算的额度，也希望将市库资源做上好的分配。台南新闻，阮吉林跟采访报道。